大家好，我係喵喵，歡迎收聽妙說營養。今日係2026年2月11號，又到咗我哋星期三嘅營養時間啦。咁近年嚟咧，都好多人會講話戒飯啊、低碳飲食啊、生酮飲食咁樣。咁咧變相好似白飯係一個減肥嘅頭號公敵啦。咁究竟白飯係咪真係咁邪惡呢？因為我哋亞洲人食飯嘅歷史都好長啦。咁點解而家變咗一個問題呢？咁今集妙說營養呢，就會同大家深入去了解一下白飯嘅真相嘅。咁唔知大家有冇聽過一啲講法啊？好似話白飯呢，除咗提供熱量之外呢，就冇任何營養價值噶啦。又或者咧，食完飯之後咧，啲血糖咧會叭叭聲咁升噶。咁啊，仲有一啲可能減肥人士咧就會話，想減肥啊，戒咗飯佢啦，唔好食飯就會瘦噶啦咁樣。咁以上嘅呢一啲說法咧，都有唔同嘅一啲講法噶。咁啊，例如話有啲點解會話，飯淨係得熱量，血糖會飆升得好犀利咧？因為咧，覺得白飯係即係白米係精製過嘅。咁所以咧就冇晒啲營養。咁呢個第一樣嘢咧，都想同大家一齊去了解翻白飯嘅一啲營養成分啦。咁啊係嘅，白米係精製過，冇咗個米糠同埋個胚芽。咁所以咧佢係少咗一啲維他命 B 啊、礦物質啊、纖維咁樣。咁但係咧白米咧白飯啦，絕對唔係淨係得熱量嘅。咁一碗白飯我哋當大概200克度啦，用翻食安中心嘅數據，咁咧就會俾到我哋大概250至到300個卡路里。碳水化合物咧就大概有50至60克，蛋白質就有5至6克，脂肪咧就近乎0啦，纖維咧可以俾到0.4至到1克我哋嘅。咁啊，視乎翻個品種啦，同埋咧佢嗰個精製嘅程度咁樣。咁就咁聽翻呢啲數據咧，會聽到就係嘅，白飯咧主要係一啲碳水化合物，咁但係咧亦都有蛋白質喺度啦，同埋亦都有纖維喺度嘅。咁至於糙米係咪好多咧？咁糙米咧就係保留翻個米糠同埋胚芽啦，咁所以好似啱先咁講啦，會保留翻啲纖維啊、維他命 B 啊、一啲礦物質，好似鎂啊、磷啊咁樣。咁但係始終咧，大家如果有食過糙米就知㗎啦，糙米嗰個口感咧係比較硬啦，未必個個人都中意啦。咁所以咧，如果話想幫助腸道健康啲啦，我哋可以將白米同糙米撈埋一齊煮嘅。基本上咧就我諗好少人會全部煮晒糙米噶啦，可能多數都係可能1:1啊、1:2啊咁樣嘅比例去煮啦。咁樣咧就可以保留到營養，又唔會話太難入口啦。咁同埋近年咧，即係好多人都未必係撈糙米嘅，會撈其他全穀類啦，好似話藜麥啊、燕麥啊咁樣一齊去煮白米啦。咁啱先都提到啦，究竟白飯咧係咪會食完個升糖好犀利嘅，即係個血糖飆升得叭叭聲咁樣。咁上次同大家講呢個升糖指數咧 GI 啦，咁都唔係話好詳細咁同大家講，咁今次講得仔細少少咧，就係呢一個數值咧，佢最高係100啦。咁如果咧嗰個數值高過70嘅話咧，我哋就會話呢一樣食物咧係屬於一個高 GI 嘅食物，會容易啲令到我哋血糖上升得快啲。咁白飯嘅 GI 咧普遍係70至到80啦，咁所以佢都係一個高 GI 食物嚟嘅。相比起咧，糙米飯呢啲咧，佢嗰個 GI 咧就係50至60啦，咁啊屬於比較低 GI 嘅食物嚟嘅。咁但係上次亦都同大家講咗 GI 只係其中一個指標啦，咁我哋都仲要睇埋我哋食嘢係配搭啲咩食啦，同埋咧嗰個份量係點樣嘅喎。咁所以我就提到一個
terms 咧就叫做升糖負荷啦 ，GL 咁啦。咁至於好多人咧減肥第一下咧就話戒飯唔好食飯就會瘦啦，咁呢一個咧都係可圈可點嘅。首先咧，好多時營養師同大家講減肥咧嘅核心原理都係講緊卡路里赤字啦。咁卡路里赤字咧就係話我哋人本身咧會有一個需要攝取嘅熱量去維持翻我哋嘅生命嘅。咁如果即係仲有包括我哋活動量咁樣啦，咁如果我哋攝取嘅熱量比起我哋消耗嘅熱量少嘅話咧，咁就會製造到一個卡路里赤字出嚟啦，咁從而咧會幫我哋去減重啦。咁但係咧，首先就係你唔食飯，可能個熱量係會即係減少咗，但係如果你話我唔食飯，食多咗肉零食其他嘢食，咁你總熱量都係多嘅話咧，咁其實就製造唔到一個卡路里赤字，就減唔到肥啦。咁另外就係咧，有一樣嘢值得留意就係碳水化合物咧，長期唔食嘅話咧，係會對身體咧有一啲不良嘅反應走咗出嚟嘅。首先啦，缺乏碳水化合物咧，可能會令到我哋集中力下降啦。點解咁講呢？因為碳水化合物啦，例如好似白飯主要係有澱粉咁樣，澱粉咧可以俾我哋分解、消化、吸收變成葡萄糖嘅。咁葡萄糖咧就係我哋大腦主要用嘅一個能量啦。咁如果你話從脂肪或者蛋白質咧，佢就冇咁直接去分解成為一個葡萄糖，要多啲嘅步驟先做到。咁所以點解咧？如果我哋身體成日都食得唔夠碳水化合物咧，係會有機會令到我哋大腦唔夠能量，而有一啲疲乏嘅感覺，集中力下降嘅情況出現嘅。另外就係咧，其實碳水化合物咧係一個大家族嚟嘅喎，咁其中咧都包括一啲纖維嘅。咁好似啱先咁講啦，白飯咧其實佢都會有一啲纖維喺度啦。如果我哋攝取唔夠纖維咧，就會有機會令到我哋腸道唔暢通，有便秘嘅情況出現啦。再者就係咧，如果我哋身體咧唔夠碳水化合物啦，身體用晒啲儲備咧，就會開始去分解一啲蛋白質。咁啲蛋白質通常咧就係儲咗喺肌肉嗰度噶嘛，咁所以咧肌肉就會流失啦。同埋咧，碳水化合物咧係會有助血清素嘅分泌啦，會令到佢哋嗰個指數水平高一啲嘅。咁所以咧，如果成日都食唔夠碳水化合物咧，有機會令到個情緒波動得勁啲，影響到心情嘅。咁喺2018年咧，就有一個科學嘅研究啦，都相對大型嘅，佢追蹤咗咧40幾萬人啦，咁發現碳水化合物嘅攝取量過低或者過高咧，都會增加死亡風險嘅喎。咁點樣為之過低咧？就係少過總熱量嘅40%。點樣為之過高咧？就係多過總熱量嘅70%。咁所以咧，呢個研究就指出啦，比較健康啲嘅碳水化合物比例佔翻整體嘅熱量咧嘅50%至到55%就為之比較好啦。簡單啲嚟講，即係一半啦。呢個研究咧仲發現咧，如果我哋用一啲植物性嘅蛋白質同埋脂肪去替代一啲碳水化合物啦，係會降低死亡風險嘅。但係如果我哋用動物性嘅蛋白質或者脂肪去替代咧，就會增加死亡風險喎。咁即係咩意思咧？如果咧我哋用翻啱先食飯個例子咧，本來可能食一鍋咁變咗食半碗啦，但係又唔夠飽喎。咁我食完半碗飯咧，我反而本身食嗰個肉量係一塊嘅啫，可能食一塊豬扒，變咗咧食2塊豬扒。咁樣咧就會增加個死亡風險啦。調翻轉，如果我係食少咗飯，食半碗飯啦，但係咧我即係取而代之咧，我係用豆腐，即係可能本身食一塊豬扒，我加多一磚豆腐咁樣去替代啦。
咁咧就會減低翻嗰個死亡風險啦。咁喺呢個研究入邊咧，我哋會發現其實飯係應該可以適當進食噶嘛，因為佢都係屬於碳水化合物嘅類別啦。咁重點係你配搭啲咩去食啦，就唔係完全去戒咗佢啦。而且講真啦，我覺得即係香港嘅飲食文化入邊咧，你係好難完全戒飯㗎。即係例如你去茶餐廳嗌個碟頭飯都俾超級多飯俾你啦。同埋如果你完全戒碳水化合物咧，即係出去搵餐廳食，其實都會辛苦啲啊。咁所以咧，長遠嚟講都比較難持續嘅。咁但係咧，呢度都即係俾翻大家有個知道，就係如果本身我哋食飯係食得好多嘅話啦，咁你又想開始減重喎，咁你就可以將例如嗰個一碗飯嘅量就變咗做半碗咁樣嘅量，咁然後咧就食翻多少少蔬菜類或者啱先講話豆類、堅果類呢一啲嘅食物，咁樣樣咧就會控制個熱量控制得好啲啦，又會享受到食飯嘅樂趣咯。今集咧就好直接咁提到一個食材啦，就係白米，咁所以咧我都想用一個永續嘅角度去睇下白米嘅。我哋成日食飯啦，究竟對個環境係有冇咩影響呢？咁根據牛津大學開發嘅數據網站平台啦 Our World in Data， 大部分嘅植物性食物咧都係屬於低碳排放嘅，每公斤嘅糧食生產排放 0.3 至到4公斤嘅二氧化碳啦，比起咧動物性嘅食物咧係低10至到50倍嘅。咁值得留意咧，白米都係屬於植物性嘅食物啦，所以咧佢碳足跡都唔會好高嘅。生產每公斤嘅白米咧就會有 1.4 至到 2.5 公斤嘅二氧化碳量產生啦。咁但係咧值得留意一個位就係白米咧其實係喺水田度種噶嘛，咁水稻種植方法咧係喺一個隔絕空氣嘅土壤下去種植嘅，咁所以一啲植物殘體啦，經過微生物發酵咧，就會產生甲烷啦。咁甲烷都係一種溫室氣體嚟噶，咁當然都係對我哋嘅環境唔係太好啦。咁所以咧，有啲農場都會開始咧用間歇嘅灌溉方法啦，減少一啲甲烷嘅排放。咁整體嚟講咧，水稻咧係固定二氧化碳咧，比起佢釋放多嘅，咁所以咧，尤其是係有機耕種啦，如果可以有效率咁管理同埋適當地施肥啦，咁其實都可以減到碳嘅。咁大家都知啦，香港嘅稻米咧，主要都係依賴進口啦，會有一啲係嚟自泰國啊、越南啊、內地啊咁樣。咁雖然咧香港咧都有少量嘅本地米種植啦，好似例如元朗啊、大棠啊呢啲啦，就會有啲有機米啊。咁但係咧產量就比較少，所以咧就會貴啲啦。咁我都好建議大家咧可以嘗試下去支持下本地米啊，試下啦咁樣。咁但係咧當然都比較難話每餐都食到嘅。咁平時食進口米都 OK， 但係最緊要唔好浪費啦。因為香港人咧都好中意煲飯噶嘛，係咪？咁啊，如果一煲多咗咧，食唔晒咧，唔知會唔會大家係倒咗佢啦？咁呢個就係真係一個好大嘅浪費啦。咁我哋煲飯嘅時候最好就計好個分量啦。每個人咧大概就係食半碗至到一碗嘅話咧，咁煮之前計清楚啦。如果煮多咗咧，注意翻個食物安全，控制翻個溫度嘅話咧，可以雪翻留翻做一啲其他菜式，好似例如炒飯啊、粥啊、飯團咁樣嘅。咁點樣可以個溫度控制得好啲咧？就係將佢咧變整幾個細份出嚟啦。即係如果你一大兜飯咁，你咪滗幾個小碗咁樣，咁同埋食嘅時候攞出嚟都方便啊嘛。咁啊，另外講到呢個位咧，就都不得不提下咧，就係有啲人會話食冷飯其實咧可以減肥嘅，因為即係而家成日都會講話，即係日本人點解咁瘦咧，就係佢哋食飯團。咁最主要大家會提及咧就係抗性澱粉啦。咁啊，根據咧2015年嘅一個研究啦，
就發現咧煮好咗嘅白飯咧，如果放喺4度嘅雪櫃入邊24小時咧，入邊嘅抗性澱粉咧係會激增嘅，由0.64 gram 咧就會變咗做1.65 gram 嘅。咁而且咧對於我哋嘅血糖反應啦，會明顯咧低過新鮮煮好嘅白飯嘅。另外咧，2014年都有一份研究啦，就發現咧，如果係一啲全麥嘅麵粉，重複咁去煮啦、冷凍啦、再煮啦，咁樣循環咧，抗性澱粉咧可以由 1% 咧升到去8%嘅。咁不過咧，抗性澱粉咧暫時嚟講都仲需要更多研究去證明佢嘅健康好處啦。普遍認為咧就係抗性澱粉咧唔會喺我哋嘅小腸度消化啦，會俾我哋腸道嘅微生物去發酵啦，產生一啲短鏈嘅脂肪酸。咁而呢一啲短鏈嘅脂肪酸咧，就會對我哋嘅腸道啊、代謝系統啊有一啲正面嘅影響。咁不過咧都要注意食物安全啦，都係啱先嗰句啦。咁如果我哋將煮好咗嘅飯咧，長時間放喺室溫度等佢攤凍嘅話咧，有機會咧會導致有一個納氧芽孢桿菌嘅食物中毒嘅。咁所以前提咧就係食冷飯咧，只係唔想浪費食物啦，用呢一個心態啦。咁多於咧話我特登想雪凍啲飯，因為想減肥啊，或者有其他嘅健康效果咧，咁我就覺得有待商榷嘅，因為始終都會有其他食物安全嘅風險啦。咁講咗咁多，我哋總結一下先。首先咧就係食飯係咪好肥咧？咁其實唔係嘅。咁飯本身咧係呢一個食材嚟講係冇問題嘅。咁只不過係話你食幾多啦，你點樣去食啦，配搭啲乜嘢去食啦。咁適量嘅碳水化合物咧，對於我哋健康飲食咧都係非常之重要嘅。完全即係如果我本身係食開飯，我完全去戒飯咧，都對我哋身體係唔係咁好嘅。咁我哋今日開始咧，如果我哋真係想覺得之前食嗰個飯量比較多，想減少一啲嘅，咁我哋就可以變相食翻多啲菜啦，配搭多少少植物性嘅蛋白質先啦，咁樣即係好似例如啱先講一啲豆類製品啊咁樣。咁下個星期啦，如果即係覺得自己可以再進步再叻啲嘅話咧，咁試下我哋未試過嘅朋友仔咧，就將啲白米啊同糙米啊、紅米啊或者藜麥啊，其他唔同嘅全穀類咧混合一齊去煮啦，咁就會增加營養嘅攝取啦。咁睇下自己即係試過覺得中唔中意咁樣食咧。長遠嚟講咧，都要知道翻自己咧需要食幾多份量。好似啱先咁講啦，究竟我總熱量要攝取幾多咧？50至到55% 嘅總熱量，即係我要食幾多碳水化合物啊？咁呢一個咧需要大家去了解下啦。咁營養學咧其實都冇一個絕對嘅對錯，都仲係一個進程啦。咁最緊要咧係揾到一個適合自己啦，可以持續嘅飲食方法。千祈咧就唔好盲目跟風啦。我哋要用多啲科學嘅知識咧去判斷嘅。如果咧對於今集內容啦，或者有一啲其他嘅營養迷思想我解答嘅話咧，歡迎用任何形式去聯絡我啦。咁妙說營養，重新認識我哋嘅日用飲食。我係喵喵，下星期三再見，拜拜。